来消息来看 ，Costco 的高雄店传出讲要搬去高雄软体园区的中卫区，未来卖设加油站。也毋过园区附近有民众是真反对哦，因烦恼讲会影响到交通。市政府表示讲，经过演算，未来可能会造成塞车，嘛已经要求 Costco 要提出改善的办法。 这搭我高雄软体园区的高雄80期中卫区传出 Costco 高雄店未来要搬来这，预估会规划交站甲卖场，不过也未开始动工，附近的高雄园区就出现抗议布条，民众烦恼卖场无做专用车路，会互当地交通严重拍夹。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入口啊，那你唯一的出入口之后，好事多来了，一定会塞车啊。对啊，只是时间段的问题而已啊。是好事，但它可以不要共用到同一条。 路啊，就是上班时你已经够，就时间一定会有点仓促了，然后你又要再花更多时间在那边拍这个。民众烦恼通勤的时间变长，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江焕忠嘛直接接到陈情的电话，有人烦恼园区甲卖场小我，另外道路佫少，人甲车变多嘛，可能影响轻铁运行。针对好事多这边开发，他们有一些疑虑，他们是希望就是说。 道路的部分、交通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处理啦？不然未来那边会严重的会影响到交通的堵塞啦吼。议员顶个月就伫议会主审过，也是一直接到陈情的电话。市府交通局回应讲，最近要召开交通影响评估审查会议，根据车流模拟，会有4个路口伫尖峰的时塞车的情形，已经建议卖场做好减量检讨。不过到13早起也未补件。 也因为土地是私人的，地主是东南阿门头甲另外一间公司组成的东南美乐国际公司共同开发，这个进程也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